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，来平安。今仔日咱要搁转去2000几啊冬进前，对无？即个吼叫做上帝，若想要无讲话时阵哦，就是人旧约讲，到新约的中间，嘿，哦，有足四百侪人冬，哪像无讲话？其实毋是是无讲话，是老早就讲了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就是讲我拢有甲你讲过啊，你家己无真足听，即个意思啊吼。看后壁即个。吼，即嗯，个港真哦，水呢，有人这个去过无？就西流记啦，叫做四流记啦，吼。西流记、西流记，四流记就是塞流谷啊。因为哦，翻译，因为咱知影即个地点有较早大省是希腊人统治，后来罗马帝国的是变成是拉丁，所以迄个翻译拢无共款，因的发音无共，所以中文的发音四六字其实就是塞流古。哦，就咱前礼拜有讲到安提阿嘛吼，安提阿是，拢讲甲拢真详细，知影讲基督教是对遮产生，基督徒也是对遮开始，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是对遮开始，然后既然要向外邦传福音，一定是爱出国啊，要对倒出去，就是对西流记出去。嗯，所以西流记来讲哦，是真重要的一个讲，对基督教的开始传遍世界，是一个出口啦。对遮开始就出口一个门，出入拢对遮。吼，所以咱读圣经诶时，有当时会看到即个塞流古塞讲诶，流古塞就是即个，流古就是西流记，迄是翻译的音无共尔定。吼，所以是主嗯，前300讲，301年建立，爱建立嗯，咱知影圣经有写即个400当中间其实就是咧讲遮个历史，遮个历史里等于你就有讲啦，咱等下来看圣经就知影是哦，保罗甲巴第一届的宣告，就是对西流记讲出去。咱看嗯，下，伊出去第12队伫沙拉米，就是去伫即摆塞浦路斯啊。哦，伊比路啊，就是塞浦路斯啊，这是第一站。诶，古早是叫做居比路哦。是。所以就是为遮出发的哦。迄个我嗯想起来哦，即几工是泰国过年吼，中间嗯吼，可能足侪人拢会出去耍哦。因若出去拢为倒出去吼，叫出去外口耍吼。所以保罗迄阵嘛是为遮出发。为虾嗯米伊选即个所在咧？因为即个嗯，港吼后壁有山啦，对无？来对，头前有海，所以嗯，这足厉害诶，就是讲，歹人较就是歹去，对无？就是讲甲做军事的重要所在啊，别人要甲你拍，较无遐简单。因为是哦，你若要用陆军，爱通过即支山，才会当入来。用海军爱着全队海军队，免烦恼陆军的部分。哦，对哦，所以即个海港后壁有山，这是诚重要嗯，诶。一个因为较早无空军嘛，哦，对吼，迄对，阵无迄所以个飞机啦，袂当无为顶飞机，悬飞过吼，一定爱所以山是真重要的。是搬山过岭。这山所以真爱歹另外爬，即个山我要去迄个港，就爱经过即支山，嘿，车拢伫即条路安尼弯弯嘿，翘翘安尼驶过去。是，这看起来无好驶呢吼。嗯，迄个安尼古早赛车都无，技术足水啦足好。而且进前诶古早迄阵应该无即种路啦吼，伊足歹行无做甲遐尼水啦对啊，吼，所以才有一个，迄个因为是军事诶重要所在，所以恁路边就会看到迄个宪兵队这是因诶宪兵诶兵营。是宪兵队一个是迄个，后一个壁迄个土耳其，战大马就是宪兵诶意思。
两担嘛，袂晓念啊，有人会晓念诶，当念看觅互阮听。嘿，拄好叫老师有翕着即个所在，咱看为虾米讲圣经有讲着即个所在咧？讲着安怎派保罗甲巴拿巴出去圣经伫使徒行传13章第2节。咱就知影讲圣经迄个时代，因安怎禁食，因祈祷爱禁食禁食诶时，圣神讲，圣灵就甲因感动，就甲我分派，就是圣灵叫教会爱派巴拿巴甲扫罗两个人，出去，因为我调因去担任诶工，就是讲伊是调保罗甲巴拿巴要向外邦。就是讲，因为较早诶人拢是犹太人，拢是要向犹太人讲福音啦。其他诶人因拢看无起啦，因讲因拢袂使得救，干那犹太人会使尔。所以因传福音干那针对犹太人，无爱对别人，是对安提阿开始，向外邦人，反逐国诶人，对即个西流记讲的两个人就出去，就是甲福音传遍到天边海角，无论对一国，拢总爱传。所以13章4节，因已经奉圣神所赐，落去西流记，对遐搭船去基比洛。基比洛就是我讲的塞浦路斯，即阵叫做塞浦路斯。对，咱拄则嘛有看着迄个图吼，即个咱想迄挪亚方舟诶，即个诚长诶一个小岛对迄个就是侵入迄个海中诶迄个，因为港口拢有一条入去啊，通个停船，双边通个停船爬起来啊。是，即阵吼已经废掉啊，无搁咧做港口，是咧做游泳，算作一个游泳诶所在啊，然后咧互佚佗诶所在。是哦，较早是迄个军事诶重要诶所在，个是上港，就是做生意人对遮出入嘛，因为古早诶人就已经有对即个港。西流记也未来征收以前的已经有即个港，迄阵是咧运迄个木材，遮有啥物木材都遮运出。所以，毋通看即本安尼，咱想无啥人，零零清清对吧？古早是足侪人，古早是一个足发达的所在足发达的一个场所。就是伫罗马迄个时阵。罗马国的时阵。是。所以即本字，即个叫做啥物海滩啊？萨曼达，因即个所在叫做萨曼达，因为有一个牌仔写萨曼达。是萨曼达。即个海滩的名叫做谢利克，切夫利克，这是海滩的名。即个所在叫做萨曼达。好，敢有人去过即个所在耍吼？会当甲阮留言。这海水你看真好看，真水。对啊，足水诶，对。圣经内底大部分咱诶印象是讲上帝拢从点点无讲话，因为旧约圣经毋是上帝拢差遣先知来讲话嘛，讲爱安怎安怎，拢是上帝。伊诶话就透过先知甲人讲。对于迄个马拉基以后就拢无啊，拢点点。一直到耶稣出世，这段圣经其实这段圣经的记载是伫但以理书的已经有，咱等下来读但以理的圣经，就会当发现讲，伊的语言讲甲足清楚都是即个所在。老师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因的港口的？这阵可能是较早是原来是仓库即摆改做餐厅。是。真特别的所在吼，看起无啥物人。海滩迄沙拢，遮沙拢是白色的。所以伊是伫迄个美索不达米亚。就是咱咧讲西流古王讲即个就是伫312年到64，
所以伫4巴当的中间是毋是因都占差不多占全部的时间。伊统治的地点就是美索不达米亚，美索不达米亚就是较早阿比兰的故乡，来去到叙利亚，叙利亚佮落来就是迦南地的以色列。遮其实就是拢伊咧管。圣经的场所，所以因的历史，你看因的历史就照圣经安尼来。咱另讲就去看到讲，但你安怎讲伊做的山羊、绵羊的梦，甲遮的国王拢甲伊对起来，咱会了解吼。咱来读圣经好啊，圣经第8章的有言，但你写，但你梦即个梦是伫波沙萨王的波沙萨的第3年，迄阵是主前551啦。主前551就已经讲啊，讲主前300当的代志发生的，所以提早200当以前就甲你说明啦。以上就讲第50，我伫想的是，伊头前阁有啊，因为咱无法度甲规段圣经中读，安尼足长哦。你家己去看就知第8章，我对第50来看吼。我伫想的是，看有只公的山羊对西市来，对西边来，遍行全地，脚无踏着土。脚无踏着地，就是讲伊跳足紧，然后你哪像用飞的咧？迄只山羊伫伊的两蕊目睭的中有一支真显目的角，独角样啊！迄只山羊家己做真大，等于强猛的时，迄支大支的角拄着拍击，有发出4支角。迄个4支显目的角来替伊。天的4面的风，就讲有4支角，就代表迄阵的中心的四方，一支是埃及嘛，一支就是即个塞琉古嘛，佮一支是伫希腊的北边呀，一支是土耳其的西边，拢总在天的四方，这4支角，即摆咱要讲的是，伫即支占伫。世界就是讲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支角，对圣经较有直接的关系，咱咧来讲即支就好啦。即支就是塞琉古王国啊，就是咱咧讲的西流基啦。西流基也是讲安提阿，其实即拢爸仔囝，因为第一届建立即个国家是西流基嘛西流基因老爸就是安提阿嘛。所以西流基就甲足济城市名做安提阿，所以有叙利亚安提阿，有比西里的安提阿，有诶逐位拢有伊建立诶。然后伊佫甲即个港西流基诶西流古伊就用伊诶名来做，所以这拢是代表迄阵因诶国家诶场所啦。所以咱知影讲即个场所虽然是伊来名即个名，但是后来上帝就利用遮来做传福音的一个港。所以就是讲，迄个本来有一个亚历山大足大亚历山大，是后来话变成咱即个圣经故事，咱像前礼拜咱小可有讲过吼。迄个亚历山大就是迄个港嘛，伊强猛的时，伊甲12当尔，亚历山大的过身啊，伊拄啊长的时啊，伊无论战斗一国，拢一定赢，高队的大家拢投降。伊拍到埃及，拍到印度，全部地区拢伊诶。当拄伊上勇猛的时上介厉害的时，从死去。就是讲遮讲诶吼，着拍折。着拍死去啊！伊就拍死。伊就觉得忽然间迄支角死去啊！死去就发死去，就是讲伊诶部下。我记前礼拜有讲，即个部下是甲伊拢无关系，所以伊无传落伊诶囝。伊就无囝，遐尼少年到33岁，伊拢也未有囝通去做国王诶，就翘去就分互伊诶部下，即个部下
分4国以后，因4国嘅中間佮定定會相接，尤其是埃及甲即邊南邊甲北邊不時咧接。所以就看到一個馬加比起。馬加比因為即個中間就是主前767年嘅事這是馬塔提亞，就是猶太人啦。因為迄陣羅馬已經管迄個迦南地，就是管猶太人。猶太人迄陣有一個國王，塞魯古嘅一個國王真殘忍，佮伊想要甲猶太人嘅宗教完全消滅，所以伊就抽稅抽無夠，就甲聖殿嘅物件搬去賣就對。因就無歡喜，佮安怎呢？伊佮用猶太人毋是講豬仔是一款無潔淨嘅動物，因足無愛啦。聖殿是足清氣嘅，足清氣，伊連要點火嘅油都愛研究過，毋是講凊彩用油就會當點火，毋是，因愛有一定嘅定數做出迄個橄欖油。所以講迄陣伊個有一個叫做馬加比，有一屆啦。其實發生嘅原因就是有一屆國王派一個兵，就叫一個猶太人來，因為要用豬仔來獻祭，獻予什麼人？毋是要獻予上帝，伊佇聖殿內底用豬來獻予因的神，因的神就是什麼人嘅？就是希臘嘅迄個宙斯啊。伊要獻予宙斯，佮用豬，佮用豬火甲聖殿燒嘅，哇！這足嚴重嘅，所以迄個叫做馬塔提亞迄個這是伊就真無歡喜。當迄個猶太人要去獻祭時，馬塔提亞就甲迄個猶太人殺死，神煞甲迄個羅馬兵殺死。你看，安尼兩個攏殺死對無？殺死是毋是羅馬兵就一定來掠？伊就迄陣就倒去咧山頂，就開始有備，就足濟人甲伊嘅想法共講聖殿哪會使安尼互伊侮辱？因咧無法度忍耐啊！什麼遐爾因嘅聖所呢？因嘅全部嘅重要所在安尼做，所以因就起來。馬加比後來馬加比成功，伊真正甲迄個就是塞魯古嘅迄個兵仔，因真正甲伊拍敗。因就獨立，因就成做一個國家，聖殿就恢復，恢復以後聖殿，你說聖殿你毋是愛清氣嘛？清氣了後，就愛點燈火，咱看後壁嘅 PowerPoint PPT， 建立猶太的獨立，就建立一個叫做哈斯蒙尼王朝，這是猶太國家伊就成立這個國家，這個國家真少人知啦。係啊，因為這個國家就是400當來，就是咱講嘅上帝無講話400當嘅中間猶太人所建立嘅國家，因獨立建立一個哈斯蒙尼王朝。這為什麼無足少人知吼？所以伊個甲耶路撒冷。伊耶路撒冷就愛清氣聖殿，開始要獻祭。因發現講要獻祭時，個油敢若剩一日的份。因個油我拄則講過，毋是南山凊彩油就會使，因個有特別的做法，甲會當點迄個金燈台的油。因個油敢若剩一點會當一日的久，你點一日就無。但是要安怎因的製油，因若要做油，愛有8日的時間，佮做會成功，做會起來，就一日點咧，就是有一個奇蹟啦，講一日點咧袂法，2日袂法，3日，一直到第8日，到第8日，因的油做好，新的油添落，所以因甲這個新約，就是正做猶太人的光明節，也叫做獻殿節。因為光明節就是講愛用9支燈啦，原本咧是7支嘛。
即摆因即个光明节就是用九支，是啊，九支就是讲八支是点啦，点八日啦，八日用八支来代表，然后佫有一支是用迄支做帽钉，因那个仆人的钉，用迄支独立出来迄支来点即八支，用安尼来纪念马加比。有人去迄个以色列耍诶时，应该有看过迄个因诶金灯台吼，就是九支诶。九支诶，九支诶，就是要纪念即个问题。即个故事就是即个四百当内底诶啦。原来是安尼，所以毋是无讲话，无代志发生哦。是咱毋知。伫但以理书8章14节个讲哦，伊甲我讲，就是讲迄个天使甲但以理讲啦吼，讲到2300每日圣所要得到清气，啥意思呢？即个就是迄阵压迫诶，就是迄个安提阿四世。即个国王就任以后诶2300日，马加比的甲伊推翻掉，毋是推翻掉，讲伊诶，伊就赢过迄个罗马兵，得到独立，圣殿的清气啊。你看，伫200当前，就已经甲200当后诶代志拢写清楚。但以理啊，拢已经写清楚。毋是安尼哦，但以理书即个头前部分、后壁部分更加精彩，因为拢安尼一项一项你甲对起来，就是拢全部正确，连时间都无变。所以就得到清气。后礼拜就讲后壁诶部分。四世哦，想要灭绝犹太人，引起马加比诶起义，即个代志呢，伫天主教。马加伯上下书内底有记载，是东正教的圣经跟马加比1到4书吼，第1到第4书内底拢有记载。基督教是讲这个叫次经哦，较无重要的圣经。所以咱无这啦。代志就是记载都有这个的代志就对。毋是汉古啦，毋是凊彩讲。是真正有记载哦，是咱无。其实也是400，即正末400人内底所发生的代志。咱应该知影上帝毋捌点点嘛，不是拢有咧照顾这个问题。而且有的人讲，为什么上帝拢无咧管哦？其实毋是哦，是咱毋知影安尼。老师看即个真水吼，都侪人伫遮游泳吼，即个海。遮游泳对啊，即个旧的港口当做游泳池。听讲迄个，即阵台湾含泰国拢做热的吼，应该看到这水做欢喜吼，跳落游泳安尼。阮遮搁做寒，有当时会寒。所以无共诶所在，真正毋是因为咱。毋是因为上帝无讲话，是因为足侪时阵是咱无听着，咱毋知影吼，毋知影着，来继续看圣经，会甲明捌搁较济哦。所以就是后礼拜继续，对无？继续即个故事，继续来讲遮诶圣经写诶历史，这是圣经写诶历史。是，就是有知影诶人就会知影，安尼毋知影记转来咱诶节目吼，继续听老师讲话，听老师讲故吼。所以古早咱今仔讲到即个保罗为遮开始吼，出去对啊，四六之讲，四六之你若是伫网络看，差不多大部分拢翻译做塞流句。是。所以，敢若圣经是四六字吼，因为咱安尼用一点关系。安条克就是安提亚吼。是，咱共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澳洲2:10分，搁做回来听老师讲故事吼。下骹的年写毋对吼，已经是2026，咩啊讲老师，拢袂记哩。2026。对，2026
年啊吼，祝大家吼今年最近是新年啊吼，泰国的新年嘛，祝大家叫做苏三万松干。好，萨瓦迪卡，新年快乐！多谢老师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